做 OSCP lab 卡住嗰陣，你可能會喺兩個極端之間擺，一係死頂幾個鐘，完全唔問人；一係未真正試過就即刻問答案。原教材其實講緊第三條路 ，independent research 同 problem solving 係要練，但真係試到冇方向，亦唔需要扮識。Student mentor 可以幫你釐清教材同 exercise， 不過幫到幾深入，好睇你交代到幾多已經試過嘅步驟同觀察結果。截至2026年8月1日 ，Offset onboarding guidance 仍然係叫學員先試教材同 labs， 記低 commands、output 同排查過程。再問一條具體問題 ，mentor 主要係引導你下一步點諗，唔係代你直接交答案。重點唔係忍到幾耐先求助，而係你求助之前有冇做過一輪有記錄嘅思考。求助之前先分清楚你遇到邊類問題。原教材將 student mentors 同 technical services 分開。如果你係睇唔明一個 course concept、exercise 做法冇方向，前者先係相關角色。如果係 portal、連線或者其他 technical issue， 就應該 technical services。原教材嗰個版本亦提過 Discord、Search 同 Pen200 HintSpot。截至2026年8月1日，官方資料顯示 Offset Community Chat 仍然有 Course Channels 同 Structure Question Guidance。另外，部分 Pen 200 Module Labs 喺 Learning Portal 有 View Hints。Portal 呢個 Hints 功能係可選擇使用喎。官方 FAQ 表示冇使用次數限制喎。留意原教材講嘅 Discord bot 同現時 Portal 嘅 View Hints 係兩個唔同位置嘅機制，唔好將兩套規則撈埋一齊。以下唔係 Offset 規定格式，而係根據教材要求講清楚試過乜同見到乜，整理出嚟嘅5格求助法。第一格我本來想做到咩？第二格我已經試過邊幾步？第三格我落過嘅 exact command， 唔好只講我 scan 過喎。第四格最關鍵嘅 output 或 error。貼相關幾行就夠，唔好成個 terminal 抌落去。第五格，我而家估問題喺邊，同埋想問邊一個具體位。例如你可以講，我想確認某個服務係咪回應，我已經按教材做咗 A 同 B，command 同 output 如下，我唔肯定係參數問題定連線問題，應該先驗證邊一項。呢種問法冇要求對方替你解題，但對方一眼就知你卡喺邊。更重要係呢5格其實同時就係一段可以保留落嚟嘅 troubleshooting note。原教材話 penetration test 好難預先寫死成一套劇本，因為實際環境通常同最初假設有落差。正因如此 ，notes 唔係做完先補嘅行政工作，而係測試進行期間一路建立嘅操作記錄。記得夠仔細，你先可以之後重現個問題，修補後再測一次。甚至喺系統出現故障時，追查測試有冇關係。另外，每個 engagement 都有 scope 同 rules of engagement。某啲活動可能明確唔准做，例如 denial of service 或 social engineering。所以筆記除咗記我做咗乜，亦應該留低當時適用嘅 scope 同限制。實用比喻 notes 好似飛機嘅 flight recorder， 目的唔係寫得靚，而係事後可以沿住時間線，知道做過乜，見到乜。點樣得出結果？呢個只係幫你理解嘅比喻，唔係教材原句。要分清楚 working notes 同 final report。working notes 可以粗糙啲、技術啲，重點係準確同可追蹤。final report 就係整理過，俾指定讀者理解嘅交付物。原教材明講 notes 本身唔係交俾客戶嘅 report， 但之後寫 report 時會非常有用。portability 都係同一個原因。一份好 notes 唔應該只得當時嘅你先睇得明，如果隔幾日再開或者交俾另一位 tester， 對方都應該跟到你做過嘅流程。截至2026年8月1日 ，Offset 現行 Pen 200 Reporting Guidance 容許你用適合自己嘅 workflow， 但建議做 lab 時同步記錄，趁記憶仲清晰就整理，最終 report 要交 PDF， 並用 screenshot 配合文字描述攻擊步驟同結果。所以最慳時間嘅做法唔係考前一次過補 report， 而係由第一個 lab 已經建立可轉用嘅 notes。教材冇話只有一個正確 template， 反而強調結構要由闊到窄，而且要詳細到可以重現。以下係我哋為溫書整理嘅簡化版本，唔係 offset 強制格式。每個 target 或 exercise 開一頁，頂部先放日期、時間、目的、scope 同當前狀態。下面每一步固定寫6樣你想驗證嘅 hypothesis， 落過嘅 exact command
相關 output 你點理解個結果？相應 screenshot 同埋下一步 command 改個參數就另開一個 step，GUE 撳過，邊度都用文字記低。失敗嘅嘗試唔好刪，因為呢條路試過但唔得，本身都係資訊。道理要問 mentor 就可以由同一頁抽出目標、議事、步驟、command、output 同具體問題。道理要寫 report，亦可以由同一頁揀出成功路徑同證據，一次記錄，同時服務 troubleshooting、求助同 reporting。教材冇指定你一定要用邊款 Note app， 選擇之前先問4樣，可唔可以 inline 放 screenshots？Code blocks 睇唔睇得清楚？跨 OS 或搬機方唔方便？ Directory structure 可唔可以保持一致？原教材介紹過 Cherry Tree， 佢用 SQLite Database 儲存 notes， 可以匯出做 HTML、PDF、Plain Text 或 Cherry Tree Document。亦介紹過 Obsidian 用 Vault， 即係本機一個 folder 去管理 Markdown files、images 同 code blocks。個 Vault 可以搬去另一部機再開。呢啲係教材例子，唔代表你一定要轉工具。最重要係資料敏感度同 engagement 要求。如果內容必須留喺 local computer， 就唔應該因為某個 app 方便而自行 upload 去 cloud。冇一款工具適合所有情況，能夠穩定幾容易備份，日後搬得走先係實際。Screenshot 嘅作用係保存同解釋證據，唔係證明你開過幾多個 terminal。原教材建議一張圖集中一個重要概念，要清晰可讀，構圖對準相關內容，亦要有足夠視覺提示，令人知道張圖對應緊邊個 context。相反，字細到要放大，畫面塞滿，無關視窗，重要結果擺到角落，全部都會削弱證據。仲有 screenshot 唔可以取代文字，讀者未必有你嘅技術背景，所以每張圖附近應該用文字講清楚做咗咩、睇到咩、點解。呢個結果重要。Caption 就保持短，教材建議一般8至10個字左右已經夠。額外 context 放反正文。私人 OSCP notes 亦一樣，截圖之前先收窄畫面，遮走唔應該保存或分享嘅敏感資料，再配1、2句解釋，最後收成一條可以由下一個 lab 即刻開始用嘅 workflow。第一，先喺 notes 寫低目標、scope 同當前狀態。第二，逐步做排查，每條 command、關鍵 output、GUI action 同判斷一路記。第三，先搜尋教材 community chat 或相關資料，如果係支援嘅 module lab， 可以自行決定睇唔睇 portal hints。第四，仲係卡住就由 notes 抽出5格，想做到咩，試過乜 exact command、關鍵 output、具體想問乜，在合適嘅 mentor 或 technical services。第五，解決之後唔好淨係寫搞掂，要補返真正原因、有效步驟同證據。最後，定期將 notes 整理成日後 report 用得到嘅結構，咁樣你唔係靠記性做叻，而係建立一套可重現、可求助、可交接嘅工作方法。下一集就可以由呢套 notes workflow 出發，正式進入第一批技術內容。